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声音的大小事。嗨，欢迎你再度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这一集的单集呢，我们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周，我们进行的是 Jasmine 时间哦，邀请到是 Jasmine 带来他喜欢的音乐，然后一些我们平常也许有的人你也有听，然后但确实他带来的音乐会是平常我这个年纪。或者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甚至于比我更大的人，你可能比较少去接触到的音乐。然后，因为他听音乐的方向跟跟模式呢，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一个月的最后一集就邀请到 Jasmine 来到我们的空中，跟大家分享他喜欢的音乐。那今天他带来的主题会蛮有趣的吼。那在Jasmine 要跟我们分享之前呢，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呢很特别，就是呢我即将启动一个快闪计划。那我找来了我一个好朋友叫朱心怡，朱心怡呢是一位视障心理师吼。那么他跟我是多年的朋友，然后我们在过去有一些有趣的合作。那他平常所做咨商师之外呢，他有一个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做朱心怡说心里话。那他的节目做得很认真哦，他超认真的，他一个礼拜不止一个单集。我会把他的节目的连结呢贴在我们的内文当中，让大家也可以听听看心怡的节目。那这一次很特别，是我们做的一个跨界的合作。我们这个快闪计划呢，就是我们想要为你写一首歌，很特别哈。到底写什么歌呢？就是说我们设定了哈，我设定了，而且这个只有一季的时间呢，从七月开始，所以也就是说，从我们节目播出的现在，我们就开始征件哈，然后我们从7月开始，我们会播出我们的第一集。那写歌的对象是谁呢？就是所有听他的节目或我的节目的大家。那有什么资格吗？好像也没有什么资格。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想做一个疗愈的，单元，就是好，这个缘由是来自于在疫情期间啊，我曾经接到一个案子是友达邀请我，那时候因为友达那时候每年都办他们的艺术周哈，然后那时候疫情太严重了，有艺术周就没有办法举办，于是呢，他们就想到了一个 idea， 就是邀请我为他们公司做一个 podcast 节目，然后这个 podcast 节目呢，就每一周上线一集，然后呢，每一周的节目内容就是呢，如果他们的员工他们的同仁有任何的心情想要抒发，都可以把它写下来，也许写一个故事，或写一个短短的像散文一样的文字都可以，甚至于是用录下来也没有关系哦。然后呢，我就会把他们的故事写成歌。那时候很多人是思念家人的，或者他的朋友离开啦，或者对于疫情结束以后的想望，那或者是当下最想做什么事等等等，有关于思念，有关于感情，有关于自己内在的都有。那我就每一集呢就会挑出3首左右的作品，然后为他写歌。好，那这一次呢，疫情过后，今年大家有很多新的挑战，不一样的面对哦。那我就想到了这个 idea， 我就跟朱心怡提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一样，我们邀请大家，如果你有一个怎样的心情，也许你是想要写歌，你是想要跟一个你只见过一次面，或者一个要熟不熟的朋友说一个什么事情，也许你来不及说的，或者一直都没有说的，甚至于是已经离开的人，或者是前男友、前女友，或者是一个重要他人，不管。总之呢，你心里有一个事情想跟他说，但你一直没说，
或者来不及说，那你就把它写成故事告诉我。好，那写成故事以后呢，或者你要用短短的散文呢，也可以。好，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我们就会征选哦。当然因为怕件数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做选择哦。那就会在选择到了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心怡会一起做这个快闪节目，然后我们就会把选出来的歌我写成歌，然后呢，心怡呢会透过他諮商師的背景，给不同的故事一些良方，也许是鼓励，也许是一个度过自己心理情绪的一个方法，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分析。我这想到的，我小时候那个类似那种张老师空中信箱的张老师啊，或者什么小时候听广播的那种空中信箱，台北王先生来配，伊甲咱讲就讲咧，最近伊一直拢赚无钱，伊感觉心情非常的郁卒，也毋过咧厝内底某仔囝也个爱饲，囡仔也个等细汉等咧读册，然后厝内底爸母也个真济岁。厝内遐尼侪人伫咧食饭，遐尼侪人需要瞬间一个人来互伊活，真个感觉非常压力的大甲有时根本要喘气。伊想要讲，是毋是有人会当替伊写一首歌？真个要家己得讲的，就是讲，伊感觉伊的人生虽然遐尼辛苦，也毋过逐工看到厝内底的人的笑容，伊就会感觉安怎艰苦，拢是伊上大的快乐。伊最后要甲我讲。感谢主持人，和我讲这些代志。有人经历过这一段吗？有的话跟我说好吗？好，总之呢，也许你想要对你的宠物说话，也许你想要跟一个已经离开的人说话，离开不一定是死亡，然后也许跟你道别了，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或者其实你是想跟自己说话，那把你的故事写下来。不要写太长哦，然后呢，把你的心情写下来，用散文的方式也可以，甚至于你想写片段的歌词都没有关系。好，用你的方式。那寄到哪里呢？好，信箱呢，我就直接把它放在留言处，好不好？直接在留言处，你就可以看到你要寄到哪里去了。你从现在开始听节目的这一刻，你就可以开始想想你有没有想说的故事。然后呢，邀请大家，你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让我为你写一首量身定做的歌。第一集呢，我们这个快闪的单元就会上线，就会开始。到时候呢，也会邀请心怡，我们两个人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收到的好故事。然后心怡从他心理师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你可以怎么样面对你的心情。好哦，期待你踊跃的投稿，我也很期待看到大家的故事。好，然后你可以匿名，没有关系哈，当然你可以匿名。那愿意的话，你也让我知道你是男生，或你是女生，或者你是同志朋友都没有关系哦，好不好？好 ，OK。那记得，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也帮我把我的节目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同时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同时呢，如果你想跟我分享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你也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打钢琴诗人王俊杰吼，然后呢，每一集的单集我也都会有一则贴文吼，然后邀请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你也可以私讯给我。好哦，那工商服务就到这里了。这是一个我也觉得很特别的尝试，然后为什么这其实是我自己很想做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一个时代的人都很辛苦，很需要被疗愈，然后有些人都是心情不知道要怎滔滔的，然后心思下人知的尴尬，所以说我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力气，那也邀请了我的好朋友朱心怡，因为一定是自己的朋友先找来上戏的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来邀请 Jasmine 咯，我要来邀请 Jasmine 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周他想跟你分享的好音乐。同时因为这一周我们一样音乐是透过 KKBOX 来插入歌单后，所以如果你不是 KKBOX 的收听者，你是用其他的平台，那我会把歌单一样放在内文的地方，大家你就自己点开 YouTube 来搜寻来听咯。
好，所以 Jasmine 这礼拜要跟我们介绍的是，这个是什么？这是你知道我会写一个记事本，写这一次这一集要播什么歌嘛，就是这样每个礼拜这样写下来。然后这一集的标题是滑冰啦，滑冰啦，滑冰啦，这样哈，加一个惊叹号，啦，对对，啦，然后惊叹号，所以叫滑冰啦，对，好，所以因为爱看滑冰，对，所以发现很多有趣的歌。他们的歌都很好听。可是你放给我听，有一些不知道怎么跳，是吗？对呀。可是比较慢的歌，他们都是可以表达就是展现他们的艺术性啊。艺术性，对啊，因为他们的评分是有艺术分跟技术分。你说的是比赛的时候？对啊。所以不一定都是技术的，就对。好像是各占100吧。嘿，对。但是其实，短曲是差不多，女生的话没有超过100啦，就是目前最高分没有超过。最高会是100，对不对？就是单项，譬如说，因为分艺术跟技术分嘛，技术分是没有超过100啦。有规定一首歌只能多长吗？有啊。多长？一首歌短曲要分短曲跟长曲。短曲是2分40秒，然后正负10秒都可以。然后长曲是4分钟，也是正负10秒。是哦。对。如果所以歌如果超过一点正负10秒那还好。对。这样选歌也不太好选嘞。他们很多会组，就是某一首歌一半，然后另外一首歌另外一半。用 Q 的对啊。就是2首歌组在一起，但只有长曲会这样啦，因为短曲已经很短了，再组就超短。那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件事，不晓得要不要买版权？你们在要不要买版权？不知道可是他们比赛影片都会在网络上播然后而且播出去是全世界啊。对啊。我觉得照理说要买版权，但我觉得可能没有。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猜的。因为这算是公开播放啊，而且一播的话是全世界，而且是万年久远。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条例可以让他们用啊？应该是有啦，不然他们要演那么多首曲子。可能是主办单位去买版权了。真的那应该是啦，然后可能会谈一个吃到饱的价钱了。是哦。对，我猜呀。不知道因为如果是台湾的话 ，Muse 就会来找人了。台湾你知道台湾其实也有滑冰选手吗？真的吗？我不知道。有，他现在17岁，17还18，有点不太确定，反正就是大我1岁这样。然后他算是台湾，他有去比国际比赛，有那个蛮有名的比赛叫做4大洲锦标赛，就是滑冰的比赛，他有去比而且还其实以台湾来讲算还不错。女生滑冰有在像什么那个网球啊，什么世界排名第几啊？当然有啊。有呀。对啊。了解。运动都有排名啊。那我们台湾人这一位小姐她排名第几？我没有特别记，但是比赛是这样，它分2个阶段嘛，我说长曲跟短曲。然后你短曲有在一定的名次以内，你才可以晋级长曲。对。所以要先比短曲就对。对，先比短曲，然后会用分数来排名次嘛。可能要看那个比赛规模。然后可能前15名或者几名，可以进入长曲的比赛。了解。对。你有同学知道你在做这种单元吗？我今天才跟他们讲的。真的？对。结果嘞？他们就给我打开来听。立马打开来听，对不对？对。结果有觉得很有趣吗？我也不知道没问就对。没有特别问。没有特别问跳。对。好。所以我查到了。他目前的排名是，我看一下，这是不是最新的？不知道，反正是2022到23的赛季，他最高名次有27。那也还不差啊。对啊。前27，我本来想用前100大的这个。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的那些排名的人有谁？因为那个最强，我说女子啦，女子最强的滑冰是俄罗斯嘛？对。然后俄罗斯他们其实被禁赛了。为什么？
战争啊。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对。那些俄罗斯选手要怎么办？好，刚这一首歌是 Memory。In Memory。In Memory， 然后来自于俄国的作曲家。对。名就拍点没吼。而且我觉得那应该不是他原本的名字可能不是啊，因为俄国人的名字都长得很难念，跟俄文本身。他是女生男生？男生。他应该可能叫 Brampachif 那种的。你知道俄国的名字姓名原理是什么吗？什么？他们名字分成3节啊？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有，譬如说英国人或是美国人，他们不是名加姓，对不对？对。他们是名，然后有爸爸的名字，然后再有他们家族的姓，而且家族的姓还要因为他是男生或女生有一个阳性或阴性的变化。例如嘞？譬如说男生你就会听到什么 ski 很多，对吧？然后女生一定大部分都是娃啊，对，都是什么娃结尾，然后男生就 ski 之类的，或者什么夫，对，chief， 对，很有趣吧？然后所以娃是名字，娃是姓。娃，那哪那么多姓叫姓娃？没有，他们会有一个原本的姓，然后再转化成他如果是女生就是什么什么娃这样子。譬如说你叫王静竹，王的前面加一个娃，对，娃王静竹，对，他们会加在后面，然后又尾音会变，静竹王娃之类的。然后男生就是什么夫，对，什么夫这样子，俊杰王夫。这样讲好好笑。还是俊杰王 ski 没有啦，就是就 ski 这样子。ski 对，或者夫这样子。对。Brampachif 变歪了。好，所以那这个没有娃。对啊，所以我说他的名字应该是转译的，或者是他取的艺名。对，因为没有娃。而且我查到他的时候，他其实都是英文资料蛮多，蛮意外的。对，他是搞不好他不在俄国发展啊，有可能。他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不知道，没有认真研究，但是看起来，我不知道他蛮多的发言都是用英文的。真的啊？对，所以他搞不好在西方国家，不是在他们俄国本地。有可能，因为底下较赚无钱。真正的啦。真的吗？现在艺术家可能较艰苦啊，真正。尤其是现在在政经哦，艺术家更加艰苦。他们那边现在应该没有人有空买专辑吧？我不知道对啊，应该是有点辛苦啦。对。然后接下来你要介绍的是什么？等一下，刚刚那首要再介绍一下，就是呢那一首我听到她是一位也是俄国的女滑冰选手，她算是蛮受瞩目的新星，然后她才16岁哦，她在她现在快17岁了，但是还没。然后她去年有参加冬季奥运这样子，但是她在比个人的比赛之前被爆出禁药风波，你有听说吗？有，对，就是她，有，她叫做卡米拉·巴列吧，对。所以他就被禁赛？他没有被禁赛，他是爆出风波，但是奥运还是让他去比赛。然后在比赛他要上场比赛之前啊，好像有办听证会吧，就是他要出席那个听证会这样子，然后就一整天。然后他的短曲，刚刚那首就是他的短曲，其实表现得很好，而且在比个人项目之前啊，他就已经比过了团体赛。有同样就是那个时间点。你是说？就是比个人项目的那个时间点之前，就是在禁药风波、禁药这件事情还没有被爆出来之前，他就已经去比了团体项目。因为禁药这件事情，药检这件事情是比赛到一半才发现的，好像是结果是在比赛中才出现的。然后重点是，他被爆出来的那一个样本已经是6个星期前的样本啊！那这样还合理吗？还要再验一次吧？不知道啊，反正就后面有调查这样子。可是因为后来他先前情提要一下，他在在团体的表现上面非常好，还破了世界破了世界纪录，他的成绩，他就是这一年内
就是上一个赛季啦，他一直在打破世界纪录这样。哇靠！对，那听证会那一天是同时他听证会完要去比赛啊？听证会是在他比赛前。嘿，我是说个人项目呢？对对对，就听证会就是在中间这样子。嘿，就是他们比赛前一定还会有在那个场地集训嘛。对。他某一天的集训就被取消，然后去听证会。了解。那后来他个人比赛成绩如何？他后来他短曲其实是排第1名的哦，而且就是他其实有扛下来那个，在那时候有扛下来那个压力啦。可是到了要比长曲之后，他就跌了很多跤，就是没有把跳跃执行完成，所以分数就差很多，就变第4名了。哇，对，那跌很多跤，这样也会受伤吧？还是？有可能，有可能哈。他们都可以滑冰滑到几岁？通常25以上，其实就算蛮老兵了。对，蛮老的而且应该身上会带很多伤。会带很多伤，会带腰伤跟背伤。对。靠，这是一个对身体很大强力度很强的。所以退休以后，搞不好都要去复健很久。不知道但很多人是因为受伤就不能继续滑。应该比较多的是这种原因。对，而且俄罗斯的滑冰选手生命周期特别短。怎么说？以2018年来举例好了，他们那时候也是金牌跟银牌，都是他们的选手拿下这样子。那时候金牌得主才16岁，哇！所以4年之后的2022奥运，他也才20岁嘛。对。但他就没有再上场了。他其实比完那一次奥运之后，他就没有再去比什么大比赛了。那之后他们要去哪里？第一个他们长得很漂亮，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在国内有很多滑冰的活动啊，也有很多表演。其实他们蛮多是表演的。就转去做表演，有点像是歌舞剧那种感觉。了解。但是在冰上。对。所以他就转做表演，或者是去当 model， 或当舞者，也可以吗？其实他们这么有名跟热门的选手啊，在国内还是蛮多活动会找他们出席啊。那如果普通的怎么办？他应该都从很小就开始练啊。对啊，所以普通的就很惨啊。那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台湾可能等去厝袂练舞还是当网红啦。可是不够红要怎么当网红？如果是不够红的滑冰选手，他可能长得还行的话，他就开始创造一些议题啊，就自己当网红啊。他每天上那个谈话性节目聊滑冰的事情啊，什么滑一跤怎么样，我这个可以打得赛啊之类啊。我这回如果在台湾的话，就突然间滑到一半，有一个阿桑说：“哎呀，你滚这底，要么来看看到。”敢不是欠滚？嘿，是嘛吼？大部分啦，但也有不一定。了解。后来再来这条是啥？接下来这首很有趣。为什么？它是一首爵士。真的啊？对。就是我有一次在去学校的路上听。我不止听这首，听一整张专辑。然后我给他的 slogan 就是 Blue Monday 不 Blue。了解。就是听了，然后你就有一种快起飞的感觉，很开心。你是因为知道，而且贴在滑冰上听到这首歌才去找这个专辑的呀？对。好，了解。那这个演唱者是？这个演唱者因为呢，我是看转播嘛，对，然后叫思雨问他说这是什么，他会找一个，他通常都是听出同一张专辑的，但是其实这个不是原唱，对，这是翻唱的，对，这是翻唱，我找到了这个版本啊，就是滑冰选手使用的这个版本的翻唱的人叫做 Michael Blue，这怎么念？布雷吗？他发音是布，他是哪一个文？他是意大利文，他是意大利裔的加拿大人，所以他的名字是意大利文的。对，这个我们不会念哈。对 ，Michael Blue，这样子。要不然我们来叫那个
Google 念一下嘛。好，哎，我们现在打开叫 Google 念给我们听一下。不，来，你好了吗？等一下，我快好了。你要靠近哦，嘿，来哦，好了吗？好，来。Michael Bublé，Michael Bublé，不，天啊，这别像。好，我们在艺专的时候啊，没有，我修的不是意大利文，我修的是德文。哦，你修德文哦？那你要现在讲一句吗？我忘记了。等一下，不，讲错，我是法文呐。法文。Bonjour 那个，但我只有一点点的，忘记了。忘记了。再念一次，再让他念一次。再让他念一次吗？来得及吗？好了，来。Michael Bublé，这刚是意大利文，好像是法文但它是意大利裔啊。意大利裔就对了。对啊。好了，我们才疏学浅，那个听到了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到底是法文还是意大利文？我听不太出来呢。好，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他要唱的这个歌。这首歌叫做 When You're Smiling。OK， 这首歌我知道，真的这是 standard， 什么意思？就是很标准的爵士乐曲目。对，这个 swing 的嘛，布鲁斯的嘛。对，然后那个有一本书叫 Rare Book， 然后那个里面其实就是爵士乐的演奏曲呀、演唱曲呀的教科书啦。是这样，精选曲集，精选，对。所以大家都会拿着在爵士乐上班啊，爵士乐吧啊，那种餐厅上班就会拿 Rare Book 就说，不然我们编号几啊？所以你还会背编号？我不会背啦，我是说乐手们啊，或歌手就直接喊啊，那就第几页啊。以前我现在不知道现在的人怎么上班的啦，但以前会这样，就 Rare Book， 然后很多玩家玩爵士乐的，或者是我们要组团有没有？就拿 Rare Book 来练啊。因为上面有歌词有和弦啊，然后中间就可以有那种和弦，你自己就开始即兴啊。就是左手弹和弦有没有？然后右手就开始即兴，或者吉他手啊、小喇叭啊等就可以开始即兴啊。这样子啊。对，所以它是个 standard。听完这个后面就会觉得要接 New York 之类的。这个算长曲了哈。这是短曲，这也算短曲啊。所以它才2分多。对啊。真的哦。对啊。好吧，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好了。对，很快乐的一首歌。很快乐，好，听一下。好，然后呢 ，Jasmine 还有一首歌要介绍。对。刚刚这个歌很开心啊。很开心啊，就是一个要跳舞然后起飞的感觉。这是单人的，也是单人的。对。我今天都是单人。今天都是单人的。对。双人跟单人的曲子会不太一样吗？双人跟单人其实就是看他们的编舞怎么编啊。以前滑冰都是古典音乐呢，蛮多是的。现在这样还蛮，我记得我小时候，应该说我以前有注意的滑冰都是很多圆舞曲啊，或者什么。圆舞曲现在其实蛮少看到圆舞曲蛮多用爵士乐，不知道为什么。那他们中国人出来比的时候会都用国乐吗？不会啦。真的吗？不会。叮叮叮叮叮叮，这样好怪哦。人家也可以滑，为什么不行？叮。对啊，但就很怪啊。叮叮，十面埋伏啊！叮叮叮叮叮叮，说不定可以啊。其实好像可以。应该可以啦，只是很少看到。还是用将军令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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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了啦，日本选手啊，会用有日本风格、传统风格的音乐。真的？对，譬如说他们可能是短曲用流行乐或者是爵士乐啊，或其他的，就是比较西洋啊或什么的那种音乐，但长曲他可能就会用他们民族一点的。对，蛮有趣的。那会不会用有 vocal 的？蛮多的啊。那种You call you love， 好像没有遇过。没有呀。没有看到。真的哦。但可能因为我看的比较没有那么多日本人吧。了解。但是羽生结弦他蛮常会用他们日本风格的音乐。羽生结弦这一项我可以讲错。羽生结弦这个人很有名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吗？我当然不知道，我的青梅没看滑冰，我不来知啊。他就是那位挑战4A 跳跃的
滑冰选手啊，就是那个奥运的时候。对。有他得过2面奥运金牌。有这么一件事。他还有得过大满贯。对，有几岁他现在？27还28？这样算老选手了嘞。对，他现在没有在比赛啦。现在在做什么？他现在就是表演。对。或者当教练。他好像没有在当教练。没有在当教练。对，他也在日本上通告就接不完了。所以他也是，你看，他是万人迷呀。就我跟你讲，去当通告艺人就可以啦。而且他长得很帅啊，万人迷。搞不好他们会去演戏，有可能。他们去演戏你觉得演戏不知道好不好看？对。对。韩国的选手多不多？韩国现在有一位蛮活跃，成绩也很好。对，了解。以前有一位韩国的女将，她得过也是2面奥运，我忘记是2面都是金牌还是1面金1面银。她叫做金妍儿。你有听过这个？没有听过。但反正她也是很有名的滑冰选手，她长得也很漂亮，她也是回韩国之后进军演艺圈。有红吗？蛮红的，因为本身的观众就很多了。对。那你刚刚讲台湾那一位叫什么名字？丁子涵。丁子涵哦。对。好，大家可以记住他一下。在台北。你说他住在台北？对啊。他住台北。那去哪里练呢？我不知道，小巨蛋吗？我一想到只有小巨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练。下次帮我们解答一下，你去研究一下在哪里练。好，我来查查看。对，然后搞不好我可以组一团，我们去练，去感受一下滑冰，就是我们去体验看看这样子。你知道吗？自从看了很多滑冰之后，我就好想去滑冰。对，但台湾哪里可以滑？小巨蛋。真的假的？你不知道小巨蛋有滑冰场吗？我不知道啊。就在那个小巨蛋的1楼，一边是进去看小巨蛋演出，然后一边就是冰上乐园啊。是呀。对啊。我只知道小巨蛋可以看演唱会，剩的我都搞不太清楚。对。有一位墨西哥选手，在去年奥运首位首位滑进奥运的墨西哥人真的。对。然后你知道吗？他都要跟游客抢滑冰训练。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那种训练的地方所以他只能跟游客抢。对。为了要练习跟游客抢。对。他们国家对他也太刻薄了吧？不是啊。他要怎么为了一位滑冰选手盖一个训练场？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这一项运动的传统啊。了解。如果他就没有来台湾，台湾就会有那种善心的企业主说来，我提供一个场地，用设备后你我给你供养。真的啦。搞不好郭董就肯啊。是对，搞不好。不知道好，那最后一首这个也是演唱还是演奏？这首是演唱，非常演唱，它很像在演戏啊？为什么？他的唱腔就是非常在演绎某一种情绪，而且是很强烈的。那这个滑冰起来的话，这是快的还慢的？偏快一点。偏快。所以这是属于技术型的滑冰，还是你觉得不是？也不一定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是要跟音乐很贴合。了解。所以他们都要设计很多动作呢，对，他们会有一位教练跟编舞。所以他一个人比赛，同时要一个教练跟一个编舞来搭配，至少。对。但好像也有兼教练跟编舞的。了解。对，然后这首也是法文歌。会念吗？这个我会念。这首歌名我会念，它叫做 Voila。对。Voila。对。为什么会念？因为他的歌里面一直出现 Voila。这个歌好听，很好听。这个人的专辑也好听。是你有去听有啊，你不是介绍给我听？你听一整张我没有听完一整张。你没有听完？还没。其实还蛮好玩的。是那个这个演唱人是个女生。对。然后她叫做，会念吗？她如果翻成英文应该是 Barbara， 但她的姓我就合起来我就不会念，因为她又是法文的。对，她又是法文。包卜拉小姐吗？好难听哦。包伯拉。
还是很难听。不然怎么念？好了，你 Barbara 叫 Google 念给我们听。好，我们来 Google， 有请 Google 大神来。对，找到了吗？好，找到了。来 Barbara Pravi。我听不。为什么他们念起来都长得很怪？对啊，他念起来这么奇怪，你这个怎么了？再念一次，再念一次。Barbara Pravi。Barbara Pravi。那怎么没有聽到 Barbara？ 沒有聽到啊？沒有啊，翻成英文才會變 Barbara。哦，法文跳，這剛現在念的是法文跳。對，你下次可不可以用女生的聲音念？那男生聽起來好像會發動戰爭的。Google 小姐要怎麼轉啊？我不太知道哎。他有時候念男生，有時候念女生。因為有 Google 小姐啊。對啊，可是他就念了男生。Barbara Pravi。再一次，這好像俄文哦。再一次。哪有像啊？再一次。來。不見了，他不念了。好，算了，不念就算了，不念就算了，谁稀罕你念了？好，反正那个我们内文里面有，对，好，然后大家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教我们怎么念，好不好？你录一段语音来 ，OK， 我们现在就播你念给我们大家听，好不好？搞不好有人学法文啊？对啊，对不对？法文蛮多人有学。是啊，所以来一下，好不好？然后取名就叫做 Fara， 这好听，这好像很有气势的一首歌。对，所以这个算是又能展技，然后又能有艺术性的一个比赛吧。只是说是这一首歌，对，我觉得它艺术性应该可以比较好上手一点。对，了解。好，如果你们很想知道他到底看了哪些滑冰选手演的这个歌的话，那个你再来私讯问一下，或者你在粉丝页底下留言，我们再贴给你啦，好不好？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然后怎样？哇啦！对，好，感谢 Jasmine。好，在下一次你就要放暑假了嘞。下一次哦，现在5月底嘛。对耶。然后下一次就是你生日的时候接近，然后就是放暑假了。对啊。哎呦，你这边开运啊嘞？哪有啊？潜心吗？哪有？暑假要高三呢。对吼，对，而且你还要跑去参加长荣嘞吼。对啊，长荣。之后你参加长荣？对，有人知道吗？长荣交响乐团不是，他不是要去长荣当空姐。海运仓储。仓储。对，去要测低吧。海运仓储要测低吧吗？仓储那没测低吧？要吗？它也有空厨啊。是吗？对啦，它也有空厨啊。有啦，不然它的飞机的空中厨房怎么办？没有啊，空中厨房的那个餐都早就备好的啊。不是你是说在备好之前？对，把它测低吧。我干嘛人测后提来哦？我不知道。搞不好有切好的。他要去参加长荣交响乐团的这个音乐营，对，这个之后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件事。好，等你参加完回来再一并分享。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再讲一下啦。发了，然后我们下回见，拜拜。